妄想反抗神明嘅人類，憑你沉睡啦！喺永恆長眠。係雙子神，各位冇用嘅雅典娜，你所謂嘅正面前冤，一切都結束啦！受無盡嘅痛苦啦！呢個就係冥王雅典娜大人。人類喺神哈迪斯，呢個就係由生命之源湧現出嚟愛嘅力量。咁溫暖又雅典娜仲冇錯，為咗地上嘅愛，正義最終將會戰勝黑暗。隨住悠長歲月過去，為咗保護愛與和平嘅女神雅典娜，而家擁有信念、勇氣同力量嘅少年，以新嘅聖鬥士姿態重生啦！摩尼發佈咗任務俾我哋。摩尼小姐，我做到啦！撳呢度就可以自動尋路到任務目標啦。我小宇宙全開到，就嚟要爆啦！好痛啊！戰鬥會產生怒氣。星矢，呢度獲得新嘅任務，撳任務，跟住手指嘅指引點擊。城護府邸，仲有跟住手指嘅指引點。當邪惡橫行呢個世界嘅時候，必定會出現帶嚟希望嘅聖鬥士。你係跟住手指嘅指引點擊啦。